大家好，跟小明哥遊橫河，今日為大家製作一條就係218旅遊公路全網最詳細嘅遊玩攻略視頻俾大家。正所謂咧，本地人帶路，絕對玩到咧最精華、最地道最好玩嘅路線啦。點個關注，點個讚，所以跟住我鏡頭嚟出發。港惠高速羅浮山出口出嚟，就見到218旅遊公路打卡裝置。呢度冇停車位，要即停即走。接住第一站導航去羅浮山風景區，距離5公里。時間充裕嘅話，可以花2個鐘入去坐纜車遊玩。而家見到嘅係蘇瀘路口，左邊去蘇瀘，直去橫河鎮。1公里後到達夢幻城，可以帶小朋友入去玩遊戲。2公里後，歡迎來到羅浮山後花園，兩山明珠，綠水橫河，戶外運動小鎮。隔離就係景田百歲山水廠，先右轉去黃河板以海打卡。歡迎嚟到羅浮山後花園橫河鎮218旅遊公路橫河段有22公里。我身後呢一條呢，就係最美旅遊公路嘅騎行道，由呢度開始到上梁民宿有12公里可以騎行。而家見到嘅係顯江水庫觀景台，對面就係羅浮山腳下黃河板以海。歡迎來到橫河鎮白官坳村，俗稱小二海。全村有9家各種特色民宿，可以提供黃河客家美食。而家見到嘅係山魚湖度假民宿，湖畔山居，水岸天悅別墅民宿，背靠羅浮山，周末有美食，單車租賃。呢度係最美旅遊公路騎行道，有12公里。呢度開始啦，嚟到呢度咧可以踩單車，可以跑步，可以徒步，有出發。跟住無人機鏡頭一齊去參觀，注意機動車唔可以入騎行道，轉個彎就見到最美 S 灣。鳳缺驛站有咖啡提供，鳳谷驛站咖啡嘅豆花咖啡，你哋可以喺度。第2個驛站鳳谷驛站，呢啲景有啲好。歡迎來到顯江水庫驛站，位於218公路與騎行道中間。裏面有過雲山居民宿，33間客房、大堂。而家睇到嘅係上梁村，有28戶村民，其中13戶租給上梁民宿經營。民宿整體升級改造工程準備完工。這是明月湖驛站藝術打卡裝置。歡迎來到羅浮山後花園黃河墟鎮，距離羅浮山10公里。全鎮有30幾家各種特色民宿，以及各種地道美食。嚟到橫河一定要嚟西群農家樂板上呢啲好中意臘嘅，臘味幾靚！哎呀，秋風起食臘味啊！黃河唯一一家國家級金牌農家樂，也係第一家製作臘味嘅。好，開窯雞，哇！喂！窯雞，哇，幾靚啊！家鄉土窯雞啊！來到華山後花園橫河鎮住民宿食窯雞。黃河特色糍粑、花生糍粑、艾糍粑、蘿蔔、粽子等等。繼續往南昆山方向出發，會見到一大片稻田，百歲山二廠。綠坪石灘驛站，風景靚，車位少，記得注意安全。和土里稻田民宿，機車摩里打卡地。麥客喜客稻田民宿。現在見到嘅係黃河鎮與麻扎鎮嘅交界地帶，距離羅浮山25公里。接住打卡218最受歡迎驛站之一千年古榕樹驛站，適逢週末必塞車。導航千年古榕驛站，呢度適合一家大細遊玩。呢度咧就係麻扎鎮嘅中心村啦，古榕樹啊，1000幾年嘅古榕樹啊。後邊咧有咖啡飲，巴閉啊！呢棵樹1000幾年喎，幾壯觀啊！好多人喺度打卡啊，真係。對面咧仲有一個網紅打卡點啊，哇！真係好出片啊，喺度影相。嗰度仲有一個迷宮，小朋友啱啦，真係正啊！增江。這旅行前100米請注意，這個路口記得左轉。各位遊客，你哋啱啱喺增江驛站嘅過嚟嘅方向咧，行到呢度咧，一定要轉呢個方向喎。各位遊客，你哋行到咧永漢沙徑呢個路口咧，記住要直行啊！直行去西溪，導航西溪村，記住啦。左轉咧，我哋係回程嘅時候先喺左邊嗰度翻嚟嘅，記住啦。增江河邊嘅長亭驛站適合中途休息。途經香溪灣驛站，距離羅浮山63公里嘅沙徑碧道驛站。經過香溪堡，大家嚟到呢個紅綠燈咧，記住轉右啊，就係去西溪噶啦。西溪網紅公路呢個路口咧係好隱蔽嘅啦，就係呢度入去咧500米就到噶啦。
就咁嘅一段路，引來超多遊客打卡。嚟到呢個地方嗱，見到個加油站未？見到個加油站咧就有住直上南昆山。歡迎來到南昆山半山腰嘅山門石刻，前面100米就係香溪谷役站。終於到達南昆山遊客中心，羅浮山高速出口到這裏103公里。環南昆山羅浮山最尾呢條公路210公里，嗱，經過1個半鐘頭咧，終於到咗南昆山啦！啊，呢度真係舒服啊，涼爽啊呢度。睇下南昆山有咩好食嘅，聽聞特產街隔離嘅小城農莊有好嘢食。哇，靚嘢喎！整個燒雞暖下身。觀音菜食過未？跳水魚。跳水。近一條雞南昆山，成條雞都係特產啊！仲有呢啲阿婆喺度賣貨，好多琳琅滿目，樣樣都有。遊客中心行前300米，來到呢個路口，右轉，半路飛無人機會見到呢段網紅路，路窄自駕要小心。歡迎來到南昆山腳下嘅永康鎮，附近好多溫泉度假酒店，一齊欣賞一下永康鎮，可以去食個下午茶。行到永漢高速出口右轉，仲記得呢個路口嗎？到達麻扎鎮，建議直接導航黃河鎮食飯，因為218麻扎到羅浮山蘇盧有一段4公里嘅3米村道比較危險。而家見到嘅係麻扎13壩役站，關鍵係呢一段冇值得打卡嘅景點，而且路窄難會車，坡度又大。蘇寮村，老實講，遠遠不如黃河鎮嘅花園村咁有特色。下浪村溪畔役站距離羅浮山景區6公里。大家好，218咧終於行完啦，總結咗一下，218咧呢個8字咧右上角呢一段同埋右下角呢一段唔值得去行。講真，特別係左下角呢度，即係8字形嘅呢個蘇寮呢一段啊，太窄啦一路，特別係蘇寮去麻扎嗰段有4公里咧，塌方好多地方，個路咧架車都嚟過。右上角呢度咧，只係去西溪村比較值得去打卡嘅，即係網紅公路。再打卡完之後咧，你轉翻嗰個大石頭嗰度啊，寫住南昆山喺度，嗰條路咧打卡完之後咧，你直上去南昆山，跟住由永漢嗰個兜落嚟，舊路兜落嚟。再兜去麻扎鎮，再兜翻羅浮山，即係經過橫河啦。呢一條路線係最佳路線。嗱，反正就喺呢兩個角，右上角、左下角呢一段係唔值得行嘅，你行咗都冇嘢睇嘅。好，今日嘅視頻就到呢度。